大家好，呢度係內蒙古黑山頭鎮。朝早5點半我就起身去睇草原日出。咁啊，琴晚就住喺呢啲蒙古包度，呢啲蒙古包度係啦。咁啊，今朝早而家呢邊就睇日出。咁啊，而家見到啲馬喺度食緊草啊，好得意啊！睇下。跟住就去咗牧民家庭體驗，超過癮啊！可以親手餵羊仔，啲羊咩咩咁叫住圍過嚟，超可愛啊！仲去咗坐七彩小火車喺草原上邊慢慢行，然後就試咗揸牛奶，原來冇想象中咁易啊！試咗幾次我先成功啊！最後仲射埋箭，雖然冇乜點中，但都玩得好開心啊！離開牧民家庭後，就去騎馬啦。到達馬場之後，就着好裝備出發。喺草原上要自己策騎啊，手握韁繩，控制馬匹，真係有啲草原騎士嘅 feel 啊！騎完馬後，就去咗草原在這裏景區。首先就搭小火車去滑草場，呢度風景好靚啊，大概搭咗10分鐘就到啦。落車後就去滑草先，全長1350米，不限次數，爽啊！好刺激啊！滑完草後就喺草原影相，同羊咩咩玩下，啲羊咩咩好可愛啊！我仲追住佢哋跑啊！最後就坐返小火車去大門口離開。呢程小火車坐都有35分鐘啊！喺火車上邊休息下，睇下風景，真係好愜意啊！落咗小火車後，我哋就離開景區，上車返去海拉爾啦。車程大約2個鐘就到達火車站啦。4187準備坐火車啦。好啦，而家我就準備上車啦。今日係坐+5車廂，一路沿住月台行，行到差唔多最後，終於到啦。今日係搭4187號班次，由海拉爾前往滿洲里，下晝5點58分開車，晚上8點10分到達，車程大概2小時15分鐘。到達滿洲里後，就先搭網約車返酒店，車程10分鐘就到啦。呢間就係今晚間酒店啦，維也納志豪酒店，房間都唔錯啊。好啦，我都休息先啦，聽日行程繼續。